台语提报班，来欢迎咱第一组的来宾，来咱的专队，全队拢赢，奖金拢领。出来！来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咱的球队，哦，球队，就有地位，球队，一定胜利。对啦，希望两边拢会当胜利啦，加油来咱球队台，这里，啊，这里来，嘿，好来，大家好，我是李雄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，今日咱两队的来宾哦，拢真厉害，少年嘛。是啊，吼，啊有一个我是听讲啥，为着顶抓100万散啊，散了，哎呦，哎呀，为钱消愁。是等下好我甲介绍者，我看伊的面敢若无讲介满意，先介绍阮这边的啦，阮这边较欢喜啦，较乐衷啦。一路哎呦，是无毋对，阮这边的美女队长哦，阮的叶欣，欢迎啊！是叶欣，今日来是有一个剧团。我要宣传这个哦。剧团不得了啊！宣哦，阮的团长嘛来，阮导演嘛来啊啦，嘿，双挂两个拢有咧。两个拢是。啊，是毋是来介绍咱的戏啦？来，是，阮有一出头壳内底起笑的 iTunes。哎呦，讲了真好。嘿，对吼。拄啊，搁伫遐想讲这是咩啦？头壳内底，头壳内咧起笑的 iTunes。嘿，这是一出音乐剧。音乐剧啦，音乐剧。嘿，对。啊，伫内底有足侪唱歌啊，佮有 play music。哦，唱歌演奏乐器。演奏乐器有哦。几种乐器啊？violin and 电吉他。电吉他，咱搁两个戏哦，吼，来，嘿，一个是脑内底去神经病啦，神经病。啊，另外一个是一个西门町集欢地，对。小姐，请问你来？哦，我来宣传呢。唔是，阮即马讲的是你讲乐器，啊，你是？哦，我是伫咧内底就是有演。无乐器，无乐器，不过我有跳舞。哦。阮目青的也要跳舞哦。我想讲伊的专长是食物件，因为顶悬写台湾小吃。哎，这是真的哦，这是上特别的，这是完全互你点落去的舞台哦。点到北斗内底，点到北斗内去，啊，这是小弟脑的内底，点到北斗内底去啦。是。后来，阮拄啊队长先介绍过对吧？嘿，阮专门的大团长哦，包括阮专门的导演哦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个。就难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谢连祖。哎，无啊，就安尼啊，讲袂落去啊。我叫林彬，林彬的，唔是林小的啦。嘿，林彬的，是，即马是剧场的演员，啊，这两出拢有演啦。支持一个啦，啊，这当时要搬。啊，这是伫10月3号、4号、5号伫城市舞台。哦，台北城市舞台。城市舞台。是。啊，那这咧？这是伫咧10月10号甲10月19号，伫咧红楼内底。红楼伫西门町，嘿，伫西门町看者阮的唱到北岛内底啦吼。啊，若是介意种歌唱歌跳舞的听乐器，就来听看阮这吼，诶，头壳会有问题啦。哎，头壳起笑的，嘿，起笑。你看完了，你真正头壳起笑哦。没啦。真快乐啦。哎，真快乐，无毋对。不过讲到真快乐吼，阮那边的吼，有一个无快乐的，有一个无啥快乐，阮只甲问者啦。你甲看迄边闹面吵安尼啦。来欢迎咱的迄个队长明贤啊！哎呦，啊，来参加呢啦！啊，真赞啦！哎呦，我就是吼，顶一届无摕着100万，消三落吧。哎呦，为着你拢害我着心病，你知无？看你这种人就是安尼啦，你袂当安尼有一种想法。对，我改进。是啊，你看你家恁亲戚朋友拢甲带出来啊。这个看，这阮港母佮港爸阿兄啦。哎呦啦，哎呀，公司的啦，嘿啦，港公司啦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昭伟、单家伟，阿贤的亲哥哥就是啦。是啊，啊，你无食是拢好食去嘿，拢可以吸伊啦。哎呦，伊所有咧食的时阵，伊甲迄个算食的肥料回向互我自己安尼。哦，阿散的一个，阿散个第一站，嘿啦。但是讲到钱，阮两个兄弟就足合作。哦，因为好好歹歹，伊若得到这100万，哦，万不你有一个意外，还是你万过了，继承人嘛是我。哎呦，你甲我出去。来介绍一个玉君吼，我的歌是喉。大家好，我是红玉君翁玉君。后来，我介绍落去，我来泡菜公主啊！哎，幸福。松哥，大家好，我是
新年来啊！我来讲，这嘛最好唱歌，吼，导演拢会做的啦，拢会做的。所以你讲台咱这下你讲，伊就袂记你100万。袂使。好，咱就要进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欢迎咱的詹宏辉詹老师跑下，欢迎。唱歌欢喜讲台语，文化传承有意义。哦，这句上叫文化传承有意义啦，真正这是咱的文化舞台剧。吼，啊，若真正有机会，就大家来传承安尼。我尽量莫讲100万啦。好。啊，不，来讲比赛过程好啦。好，比赛过程吼，一定爱讲者。是，咱今仔日是初赛。初赛。啊，若今仔日赢，就进入复赛。啊，复赛过赢就决赛，上尾啊总冠军会摕到100万的现金。你讲有100万啊？无拄好。好，咱大家加油哦！好，今仔日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。我大边，好台语新词大调查，是要调查啥货咧？哦，譬如讲，他都有讲到迄个啥麦亚林对吧？麦亚林，哦，这就是原本外国的词，但是即马咧咱台湾要用台语来讲，是讲小提琴，还是讲麦亚林就好咧？哦，这种就是台语的新词。是，这回合就用大调查的方式看卖，什么款的新词是上侪人讲的？是，好来，安尼分数哪算？好，咱这回合拢中3题。3题，你若拢对，上侪得到6000哦。6000哦。好，来要开始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哎呦，请问牙套，这个台语倒一个词上侪人讲？哦，上侪人讲的哦。哦，李秀这边是起桥。哦，是安怎？咱若牙套大家拢知嘛。对。啊，是不是爱桥？对。嘿，爱桥。所以我简单讲就是起桥。是。啊，那阿雄我这边的答案叫做起套。起套。规个套起哩嘛吼。嘛有道理咧。嘿啊，虽然讲套起了嘛是爱桥。但是上主要是爱套起啊，上侪人选会安尼讲的啦吼，是美术的起桥，还是阿雄的起套？嘿，来2队，咱请选择美术阿雄演一遍。哦，来，咱用过咱的木签是。我是无听过起桥，系啊，因为我之前有挂过嘛，啊，我阿嬷嘛是有讲安尼起套，我是安尼听呢，对啊，所以我印起你嘛，对，我印象是安尼。好，啊那咱这边100万的咧。起套啊吼，我有听过。啊，这当时合作100万。不，还没摕到迄个。还没摕到迄个。先讲先赢。对啊。起套啊吼，我有听过啦。啊，起桥吼。一般咱是人咧讲吼，若要来输赢的时阵，起桥要桥什么代志，安尼较有听过，所以我感觉较无可能。会较少人咧讲，嘿啊，会无迄个意思。对啊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，上侪人讲的是阿雄的起套。既然要翻译一寡词吼，有啥是会牵涉讲这个词，伊互咱接受到的时阵，伊可能是对什么语言来的，这有关系啦。啊，因为当然这较直接，算作为华语吼，咱家己个来看要用台语安怎讲的是，迄个华语的汉字，咱就会想讲啊，套就好啊。吼啊，所以你若要干那用这个，譬如讲咱佫有啥物物件用套的，然后外套，啊，佫有啥物套？手套。对，但是到底这个套用伫遮敢有合？这嘛在伫讨论啦。啊，毋过因为这个起套这个词，咱感觉讲较直接，所以讲接受度就较悬。啊，其实桥嘛有桥的这个伊的用意啦吼，就是讲伊的功能是为着可能要桥好食嘛。对。对，所以但是上侪人选的也是起套啦。请促销。请促销。咱佫继续哦，第2题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公审这个词，台语上侪人讲倒一款？哦，公审，来，
美秀这边答案是众人判。哎呦，你甲看公审，吼，你看这道理就知影。一个人伫讲话的时阵，咱有当时你讲话的时阵，哦，大家拢针对你安尼啊，就是众人伫甲我判罪的感觉。哎呦，是，所以我的答案是众人判。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叫做亚酸。亚酸就是吼，哪甲你讲，哪甲你教，哪甲你酸安尼。哦，意思讲你是无好的。哦，原来你代表的是讲下骹的人，啊，我代表是我家己一个人，啊，看到众人的意思，角度无共，不过意思拢共。差，对。只讲咱看打一个人，较侪人讲嘛，是不是？后来是美秀的众人判，还是阿雄的亚酸呢？哦，来，咱两队请选题。美秀，阿雄，眼睛边。同样的哦。哦。啊，那你咧，医生？众人看起来就是就好理解。对啊，大家拢去甲伊评论哦，评论就对。好，来，阿元一摆。这个一摆小弟50个。我们选众人判的原因是因为咱来讲公审公审这个议题的时阵吼，因为咱的审是还未一个结论呢，吼，所以众人判来做伙来判断。但是呢，亚酸讲到酸的时阵，就是你已经做歹代志，人咧甲你吐槽，咧甲你讲卡层后话啦，这时阵有负面的意思出现啦，所以我咧感觉讲众人判较符合这个公审公审的意思。到底是我的众人判还是我的亚酸呢？来，老师，咱的正确答案是。上侪人讲的是美秀的众人判。哦，哇，两边拢对呢。好，就是讲这个题目，反正嘛有的人会用众人审安尼来讲，吼。啊，当然审判就要变做敢若来变做是先审后判嘛，吼。对啊，咱这个所谓的亚酸，其实伊当然变做翻译的重点无共啦，吼。因为亚就是挖出来，亚康迄个亚吼。啊，酸当然都有讲到吼，可能甲伊口舌啦，还是讲歹听话啊，这方面的。对啊，当然重点若是讲众人，大家较感觉讲，这个直觉吼，就是众人判可能较好接受，这是无唔对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两边拢介咬呢，拢四清呢。哎呦，哪会安尼？好，来第三题啊哦，请取消。好，要来啊哦，来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丁美士啊，在台语上侪人安怎讲呢？哦。美秀这边是冰清咖啡，嘿冰嘛，有冰港嘛吼，啊倒落去就是咖啡尔，纯咖啡尔，所以我的是冰清咖啡，清的咖啡，简单啦。哦，啊我这边是冰乌咖啡，哦，因为你加一个乌，啊因为就是无蓝，就是原本的乌咖啡，哦，只是冰的尔。哦，到底是我的还是你的啊？来选看卖哦。唔知哦，好，来咱两队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，眼睛边。乌咖啡，冰清咖啡。冰乌咖啡，因为我是无听过有人讲冰清咖啡，这收过有摇啊，系啊，啊要啉咖啡就我要是一个冰的乌咖啡就好。有乌色的嘛？系啊，乌色的啊，嘿，安那加牛奶呢？对啊，我的冰的牛奶加乌咖啡，袂歹哦，袂歹哦。来这边，阮是选的港徽吼，二姐有一条歌无做乌咖啡，啊，人喺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的人嘛拢讲咖啡乌啊，咖啡乌啊，因东南亚吼，咖啡乌就是美式，冰美式，啊啦，咖啡就是拿铁。咖啡就是拿铁，啊，咖啡乌就是黑咖啡的意思。哦，袂歹去国际化哦，有呢哦，无免咱叫全球。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上侪人讲的是阿雄的冰乌咖啡。大家两队拢有讲到一寡要点吼，就是讲清的是啥物，就是无加其他的物件，无蓝物件。对啊，所以拄则咧讲，较老辈讲较实啦吼，传统有人是就是用清咖啡来表示，拢无掺其他的物件，都敢若单纯咖啡安尼。伊的色乌，你叫伊乌咖啡，啊，伊无淋其他物件，所以叫清咖啡，拢有伊的道理啦。是。但是就是目前冰乌咖啡较侪人选。哦，这个比例有到8%外咧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即摆来看两队的分数。来看阮全队的。全队即嘛有6000。嘿，阮球队的咧。嘛有6000哦。哎呦，白手哦。好，今日的第二位啊 ，AI
公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哦，即嘛大家拢也知影 AI 真流行嘛，厉害。阮今日要带恁去看的所在，可能是咱台湾古早时代的什么猫咪物件。有可能是农村啦，有可能是伫迄个庙口埕啦，还是家都无一定。是无一定哦，爱叫你想讲啊。伊甲你问讲啊，这是你做啥？嘿，可能是这种问题哦。啊，你无公平啦！安怎啦？那我这少年，我才18岁尔，你拢用遐老的所在，我哪会知啦？哎，无咧，阮嘛无话去过去。那无公平，伊嘛才20岁，比你2岁尔。是哦，看得出来呢。差不多。你唔通得罪伊哦。等下我甲你讲原因哦。好，来，咱即摆先讲者，这几分？哦，咱这回吼有4题。4题哦。第3千，若拢摇到就是12000哦。12000哦，啊！你再就家己知影啦，意思伊无，我嚟讲伊无啥要讲啦。伊较讲话是喙啦。是啦，吼，对吼。好来，上个咱写提示一下。是，再来要带恁看的是咱早期农村吼，人甲动物做伙伫咧拍拼做事的画面。哦，好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，真正够紧张哦。哇，哦，过源头。哦。哇！哇，古早，农村囡仔拢坐咧牛的牛领，较接偏顶悬。啊，你敢知？伊是看大人吼用牛咧创啥咧？故意啦！哦，来，阿母啊，恁囝真正赞啊赞！农村囡仔坐牛领，看大人用牛来做啥物咧？上个咱写提示一下。是，再来要带恁看的是咱早期农村吼，人甲动物做伙伫咧拍拼做事的画面。哦，好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，真正够紧张哦！哇，哦，过源头。哦。哇。哇，古早。哇，看到真正有影足想以前吼，阮足想以前的，你不要紧啦，你想着就好啊。哎呀，我那么经过迄种年代啊。不要紧啦，你有一天嘛是安尼啊。对啊。你若老啊，你敢袂老？你若老啊时阵，你有一天嘛安尼啊。是啊。对，嘛通看到这种影片啊，对唔对？好，来，我还袂出题哦。是。咱今日要去倒位咧？咱请出题。是。头拄咱看到的是农村囡仔拢坐咧牛的牛领，较接偏顶悬。啊，你敢知？伊是看大人吼用牛咧创啥咧？嘿，来，咱请抢答。哦。你看，伊故意啦。哦，来，阿母啊，恁囝真正赞啊赞！用啊啦，用明显啊，你爱回答。加油说啦，来，你感觉是啥？用牛咧勒蚕。勒蚕呐，是。好，确定。来，老师，勒蚕对唔对？对。哎呀！你讲囡仔人坐伫牛的脚趾片吼，来看大人咧勒蚕吼。啊，这牛的脚趾片有一个专有名词，就是拄则有讲到这音小可搁调者吼，叫做牛领。牛领。嘿，唔是牛领吼，是牛领。嘿，这领台语的第7条啦吼。啊，这是牛包括这个牛的脚趾片，也是讲像鱼吼。迄顶面有迄背鳍有嘛吼，迄叫做鱼领，嘿，就牛领、鱼领，一般咱生活中会去拄到的。啊，其实这领嘛表示是这个地面也是山吼，这悬的所在安尼啦，所以讲山领安尼。对，哦，对，好，以上咱袂当去放啊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来，第2位。我较烦恼你的老千，是，嘿啊，老千今仔咧讲台语啊，是啊，你上后讲的台语是啥？上后讲的台语哦，我拢钱哦，对，钱知影，啊，搁有拢会使啊，我拢会使讲啊，我阿妈拢讲台语呢。真正，啊，你拄啊知影拄啊叫做娘。
不是牛听，我讲雷残。雷残是迄落啊，雷残你雷残无？雷残对对，你知影无？我知雷残嘿。不要紧，咱靠咱家己的实力对啦，哦，等下摕咱对摕几分，咱就摕几分咯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看的是民国48年台湾两支上有名的篮球队伫咧对决哦。哦，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，40个。哦，哇，哦，哇，哦，真清楚咧。好来，上个咱先请出题。是，请问，伫咧民国48年的这两支球队，叫做贵州队甲克兰队，因伫咧体专内底互相来研究，来比赛因的球技。啊，你敢知影？迄个时阵上贵的球票，就是喺买票即喺入场啦吼，一张差不多卖偌济钱，是20块还是80块咧？好，来20块还是80块咧？来，咱请手答。 48年哦，48哦，民国48哦。嗯，哎，目前唱着啊。啊，是我哦，是你。那呢？你敢袂甲是讲？那呢哈？那安尼？啊，无你创啥要杀？就是要唱着啊。你写20块还是80块？我是48哦。迄个时阵，我感觉应该是20块。 嗯，对，20块应该就算真悬啊呢，我是感觉安尼对。对，啊是咱咱看球赛不得了啊。是啊，是20块，我是感觉20块。好，嘿，来，确定哦。好，来，老师20块对唔对？对。这个其实死决啦，吼，迄20、80，但是判断上应该是无像这个80遐贵，因为20就其实介侪钱啊啦，嘿嘿，对啊，所以这是当初这个早期的这个篮球队的状况。你也看拄则有看到阿多啊无？哦，就是因嘛有甲阿多啊比赛过安尼啦，嘿，对。好，来，咱后手够2位哦，加油哦！来，咱今日来换人哦。好，来，上位咱请提示。 是，刷落来要带恁来看的是一台真特别用来咧宣传的车辆。哦，宣传的车辆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！哦，这个水哦。日城商业广告社。 哇，趣味趣味！哇，这足怀念的哦。系啊系啊，我真正有迄个印象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较早行路定定会看到，亲像这种后壁挂足大的广告牌啊，你敢知影？像这种车叫做什么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。我你加条啊，加一条啊。来我，嘿，来你看来。所在的范围内底有2种的讲法，是，一种讲宣传车，有种讲放送车。哦，宣传车、放送车。哦，我主要要讲的是尾啊迄台哦，尾啊迄台，嘿，尾啊迄台是啥？第二台嘛是咧宣传的对啊，放送的毋是。第一台有放，第一台有一个啊。尾啊迄台。哦，你讲迄种车哟？哎。哦，车的品种都在品种啊对啊。卡拉车甲空明车。 卡达车甲你到位看到卡拉车。好，不要紧，好，伊个卡拉车好，卡拉车。确定哦。咱是要要迄个车的种类是，还是讲迄个？我忽然间转念来讲，我转。你拄有看到哦？上尾迄台啊，迄广告车迄台啊。三轮车。三轮车。你真正无恁弟弟巧呢？无啦，伊爱钱，啊我还好呢。哦，原来是用钱啊哦。哦，安尼我知你的意思，三轮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三轮车对唔对？你要搁加挂物件无？哦，搁加一，哎呦来，加物件，嘿嘿嘿，广告三轮车。好，哎呦，高高呢，哎呦，老师，你阮有菩萨在世，救苦救难讲大灵感，你知影无？真正。今日比爱心吗？讲还比爱心吗？嘿啦，对首先，拥有打3斤啦。我要互你唔对的呢，因为这
完整答案爱有广告，因为广告是重点啊。伊有，要无你一般的三轮车咧载人客，迄嘛三轮车，有无？迄个高雄有无？高雄有无？倒位有三轮车？迄个基丁。对啊。蛤蟆星。嘿，啊，即马倒位台北倒位有三轮车，你敢知？西门町大酒店。对啊，啊，所以讲迄无共一个载人的，一个广告的有无？系啊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广告这个事，啊，无三轮车就做一种。啊，这挑工广告咧用的，一道放上头，啊，打一寡海报，还是讲写一寡字，对。好，所以老师爱你哦，爱你。嘿，谢谢老师。你兄弟啊，拢共款哦，真正是。老师伊拄啊，佫讲控面车咧，控在目睭搭一个。三链的啦，我想三链。好，不要紧，来，咱即马万里，来咱来讲。差一点尔啦。一点尔嘛，吼，不要紧，佫有人哦，上不了一位人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减3000苗，提出咱的实力来哦。好，来，上来咱先请提示者。是，选落来要带恁来看的是1936年台湾的迄个西平这边的迄只影片哦。哦，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，这应该是迄度啦。嘿呀，嘿呀。好啊。哦，哎呦，介古锥！哦，古早你看迄清茶。古锥。哦，你看伊穿穿啊，哦，穿甲足古锥的。对啊，古早的清茶你看。是，安恁拄有看到迄啥货哦？哦，物件拢伫咧顶管拢伫顶管哦。好，我要出问题啊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是，头拄咱看到是咱台湾西平定定会看到迄个养殖业，啊，你敢知影因头拄吼咧饲的是啥物咧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来，嘿，为着3000块，真正有较紧。来，你饲啥？饲鹅啊。鹰。哦。讲较大声就对啊。鹅啊。好，鹅啊对吼。好，来，老师，鹅啊对唔对？对啊。要爱互老师听着，应爱叫。好，来分数，叫伊得了3000咯。又个白手啊哦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拄则看是日本时代的景啦吼，啊，甲现代有小可无共啦，因为即马拢比较较有迄鸡啊，迄个蚵仔饼吼，啊，伫咧外海遐吼，也是讲海片遐吼，所以就是迄是古早景吼，啊，即马较无共。毋过上主要是，咱敢知影倒几个所在，咱都讲西部，倒几个所在有咧饲蚵仔，敢知影？布袋。家己布袋、冬椒，遮拢有家己，嘿，对。嘿，啊，台南。迄什么港？七股遐有吼，对。啊，其实平湖嘛有一寡，啊，毋过咱都讲是讲西部，嘿，金门嘛有对。啊，咱都是讲台湾的西部是讲毋是外岛的所在啦。谢谢老师。哎，你甲看，咱来搁查讲咱台湾倒位有咧饲蚵仔的所在啦吼。好，来看分数啊！没错。来看阮全队。全队即嘛12000。哎，啊，你救队咧？毛12000哦。好，8分哦，今日咱第3回合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2家来拼台。集权。来哟，看这。哦。有8个提示，用一个问号，来，上个咱解释一下。哦，这个问号吼，代表8个提示的问题后壁有无同款的介绍。哦。上少1000，啊，过来就3000、5000、7000，甲上侪15000。哦。哎，好好选哦。来，讲一下咱的提示。哦，提示有古早名、歌、公园、青菜、新名100万、乐器甲水晶。啊，咱有2个原则，就是讲哦，一个原则就是讲，咱常有一条救命。嘿，花嘿，咱一个人拢爱讲4题嘛，对吧？吼，啊，伊若队长咱若唔知影，咱就常哎呦救人哦，就常问因。啊，其他的咱就常选的时阵，常讲话啦，其他拢无啥会当讲话哦。吼，好，啊，搁另外一个就是讲，以前阮是拢输的人，吼，先来选。啊，毋过阮拄啊有样斤啊，样斤。嘿，阮查某囡仔爱来先选。Lady first。是。好来，安尼。你先选。我先选乐器。好来，咱来看乐器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乐器有7000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
请问伫咧传统的戏曲内底，负责演奏乐器的部分有分迄个文武场，你敢知影带乐器的是文场还是武场咧？是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嘿，是文的还是武的？乐琴嘛，嘿，乐琴嘛，是。我来3、2，哦，你选一个文的还是文的，文的，文的，咱来看文场对唔对？就是较无遐差的啦，你若较差的就是武场啦，所以讲锣鼓类的迄个武场啦，迄个较有旋律、较有迄个文场的安尼啦，嘿，基本上是安尼分。好，来继续哦。明显，哎，我当然嘛是选100万。哎呦，好，来看者100万的奖金有偌济？哦哟，9000啊，很赢2000哦，下去就对啊哦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这几档以来吼，经营 YouTube 频道的人是愈来愈多啊！啊，你敢知影？台湾头一个超过100万订阅的 YouTuber 是什么人呢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这个足简单的，这足简单的哦，非常之简单，非常之简单。有新闻哦。好，来，1，啊，非常之简单。救人哦！哎呀，阿贤，你可好啊！你可原在。风灾期间，咱先有一个答案，你使参考看卖的。哦，是什么答案呢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啊！目前看目前迄个，目前是对一个团体。迄个。哦，这群人啊，这群人，原来就是你。头一个吗？上面大叫团的呢。你想看吗？这群人，专门的哦。是迄群人，还是这群人？哎呦，还是遐歪人？哎呦，是你靠后边的人。后边人，后边的人哦，伊常常有新闻呢。这群人，有人讲我介真神。你啊，这棍甲搏起好啊！系啊，介真神。嘿。啊，我你嘛知？我知咯，哎呀，你别，遐无电梯啦，你是像遐无电梯啦，不是因。我你要倒啦！你是要去倒一国遐拢无电梯，你是咧调教哦？我知咯。啊，像。蔡阿家。哦。有这想吗？有像呢，有像。真像。好，来，要试看卖哦。嘿，对，就是伊啊。蔡阿家对唔对？这是2004年啦，吼，伊的记录伫迄当阵就超过100万，嘿，所以记录上是安尼，上早超过100万的 YouTuber。好，即马我们这边啊，我语音来迄落啊，算哦，看15000你倒位。加油哦！来，我要选水晶。哦，水晶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水晶的奖金有偌济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讲一个人有水晶目，是形容伊的眼神真恐怖，还是讲伊的表情真无辜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救人哦。水晶吧，水晶吧，应该是无辜吧？应该是无辜吼。应该是泪眼汪汪才是。哦对哦，应该是恐怖吗？感觉应该是比较恐怖。对。水晶目是形容伊的眼神真恐怖，还是讲伊的表情真无辜咧？出题，请问，讲一个人有水晶目，是形容伊的眼神真恐怖，还是讲伊的表情真无辜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救人哦！啊，救人哦！来哦！水晶目，水晶目，
水晶北，水晶吧，应该是无讲吼。可能那是泪眼汪汪才是。哦对哦，最近嘛，水晶吧，应该是恐恐怖吗？感觉应该是比较恐怖。恐怖，听过。好，啊，大家讲恐怖，安尼我就恐怖，真恐怖。好，确定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来，伊的眼神真恐怖，对唔对？我也不是很确定。水晶吼，这个音啦吼，咱一般是用水甲晶拢白话音来讲啦。吼啊，水晶目哦，伫个教育部书店内底有甲咱解说啦吼，表示讲敢若会当真来吼，一目就会当看透你的心理的迄种形容安尼，所以你要讲恐怖嘛是会使。好，来，阮万五安尼，来，啊，够万二的啦，够万二的啦。今日个毕业要等来啊呢？袂啦，你莫等啦，即马无准票啊，等来啦。我算者趁准票啦。够万二啊，够万二的。即马吼爱这个新名来9966咯，新名啊。新名哦，好来，咱来看者新名的奖金有偌济？哎呀，1000块猛赚啊！伊甲你保庇你大赚钱哦。好，来，咱车出题。请问大道讲是倒一个新名呢？好来，哎，这庙会参加才对了。哦，保生大帝，保生大帝对唔对？讲是这个叫做上名是吴本啦吼，啊当然落尾人封做新名就叫做吴真人啦，吼啊保生大帝这嘛一个名，吼啊主要就是讲伊是对这个医药方面吼，真内行，啊的这个汉药方面吼，所以就是讲伊这个当初就是讲伊会当去除消灾解厄啊，去除一寡病害安尼，吼会这个上灯安尼，所以变做封做保生大帝。啊，大道公安尼的名。来，第三多一个咧，瓜好啊，瓜，好来，咱来看者瓜的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，万二呢？无比你无败吼。对啦，你无败吼，哎呦，来，咱车出题啦。请问望春风是经典的台语歌，作者是伫咧河边看到小女徛咧灯下等人来所写的歌，你敢知？伊咧溪仔边这条河，伊是咱的台北淡水河，还是台南的盐水溪咧？来，20秒的时间，嘿，就是台北，还是伫咱台南？袂使救人啊！哦，嘿啊，咱救过啊。安尼我摇一个好啊。好，来。安尼我摇，台南盐水溪。台南盐水溪对唔对？迄无浪漫嘛，是不是？好，不要紧，真可惜。来，咱车老师来解说。主要就是咱对台语歌谣的历史可能无啥机会去接触啦吼。李林秋先生是台北人啦，嘿啊，所以伊定伫淡水河边散步过程找灵感吼啊，所以落尾有这个经典歌的这个创作吼啊，伊这个李林秋的这个故居吼，嘛伫咧咱这个大场店遐吼有保留吼，嘿啊是会使讲迄个时代上界出名的一个算做讲是写词的啦，伊的重点是写词啊，当然伊甲郑武宪先生这个谱曲音乐家合作。吼啊，写做一经典的歌曲啊，所以因为是台北吼，所以就是淡水河安尼啦。好啦，今日都犯罪啦，好，今日趁钱，啊，够一万的啦，好，啊，够一万的，慢慢等啊等。爱惊啥？恁感觉好？来啦，古早名，古早名。来，咱来看者古早名奖金有偌济？哦，5千嘛，真好。哎哎呦，他起哩就够入去啊！好，来，咱车出题。请问台湾的外岛有兰屿、绿岛、小琉球等等，啊，你敢知影倒一个以早叫做拉美岛、拉米岛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怎么写？袂使偷看诶。你安尼做无把握，你多3、2，来。你
你这题千万唔好答唔对，无你无法度。感觉这题千万袂使。我感觉是小琉球。为什么？哦，是安怎？小琉球，恁在地人球爱球，因为阮遐即马做员工做发达的，啊遐有一只船吼，叫做探索拉美。探索拉美，啊我毋知是真正有关的。哦，探索拉美，诶，哦拉美啊，啊就是拉美，就是拉美豆，对，应该是小琉球啦。好，来小琉球对唔对？手拉美啦，你豆腐咯，分数，佮加5枪，哦，立起来，哎，厉害厉害！后来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咱这个所在吼，介特殊的是，唔知影咱当地人有偌济人知影，其实甲荷兰人吼有足深的这个牵连啦，就是咱吼小琉球这个所在，因为。其实是过去有小台吼，台足济，就是荷兰人甲原住民吼，当地原住民的迄个战争啦，嘿，啊，所以这个名其实甲荷兰人甲原住民迄个过去相战吼有关系，所以有一个讲法是讲，这个拉美这个音呢，应该是荷兰话内底对原住民要报复，迄个报复的意思的音啦，对，啊，当然是有淡薄悲惨啦吼，对，但是就是除了台南以外，咱。这个小琉球遮嘛是荷兰，过去足侪人，应该讲荷兰人足侪嘛死伫遐啦，待伫遐嘿，啊嘛原住民当地嘛过去有一寡遮个悲惨的过去安尼。后来剩两个哦，有一个1万的哦，嘿，讲有一个1万的哦。安尼我算，算青菜好啊。青菜，后来咱来看者青菜奖金有偌济？3000。好，来不要紧，咱嘿加减他里嘛就对啊啦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倒一款青菜伫咧台湾有美人腿的称呼咧？来，你有10秒时间，知影吼？我知。好，来。卡白笋。卡白笋，是安怎讲？我看过吼。我看过。啊，定定去食过。好，食的时阵卡白笋哦。来，咱来看者卡白笋对唔对？终于有加3000咯！哦，这个是超200多年前对中国传来台湾，吼啊，因为会当食迄个部分就是较白啊，安尼较油的感觉，所以就有人用这个所谓的美人腿来称呼啦，吼。对，啊，这是过去时代留落来的一个外号，吼，卡白笋。咱这边有真刺激哦，即摆内面佫剩偌济？1万，你若要着，这3万7，恁2个白手咧，白手咧，不要紧，白手2边拢会当佚佗，拢会当算咱的。算上尾一回合，拢可以。嘿，啊，看迄个秒数掉。嘿，啊，不过你要先，你1万仔先摕起来啦。我想免啦，咱白手就按做伙算啊，足好的嘛，这结局足好的啊，足圆满的啊。不，当时啊，做伙算啊，不过有2组啊，共款啊。嘛是爱分迄个关系啦，对不？好，来哦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公园的奖金有偌济？1万嘛，哈。好，来，下记你要挑清楚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乌面立杯是即马强要绝种去啊？但是台湾倒一个国家公园是全世界上最乌面立杯来遮过冬的所在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乌面立杯。乌面立杯。我就算甲你讲咧倒位，你嘛不要讲迄个公园的名。伊知影，伊即摆读到咧等，啊。来，讲袂出来，伊知影咧。乌面立杯，我知影是啥物话，黑面琵鹭。系啊，啊，但是伊是走一堆咧休困，我哪会知影咧？啊，你无概念咯？倒一个县市你唔知？你无概念咯？特别咧，迄个拢会看到啊，拢有广告啊，拢呼吁啊、保育啊，广告足多啊。看恁大兄嘛无效啦，即声无通我白手啊！哎，时间到啊！海边啊，北部吗？北部海边。为什么这款的代志会发生伫咱这队的身上？北部嘛是。谁叫你拢加爱钱，无爱读书？
小心哦！我那是无读书，太沦落伫这个。哎，你意思阮拢是沦落的哦，你要讲个清楚哦，我家人足多哦。人伊这拢老师啊。海边啊。嘿啦，无海南部啦。 无我南部的海边啊，唔是无海南部，唔是无我南部啦。你知影吼？敢若知看伊的。你看人伊动作嘛知。啊鸟的，我哪会用？我哪讲，我哪摇袂出来啊？系啊，以你的聪明，应该是一比就知咯。玉山哦。你有看啊？阮教授另外甲你比大久无？哎，大家拢伫笑，不知拢无代志，大家拢做工作嘛，叫人七组，今仔甲阮小弟仔求一出门唔拜拜就是安尼啦。好啦，好啊，玉山国家公园。好来，玉山对唔对？哇，真正要笑到咱巴肚。无啦，咱南部囡仔唔知影实在是不应该。咱南部囡仔，因为这台南遐吼有无四侧啊？迄个迄叫做台江内海吼。台江。啥怎叫台江国家公园啦吼？啊，啥怎叫台江国家公园？因为迄带就是以早是台江内海。嘿，而且这个国家公园甲其他你拄所想的玉山顶顶吼，较无共的，较特殊的，就是因为伊是。 唯一一个算做讲甲都市即个相连的，都市型的国家公园啦。嘿，因为其他有什么山啦吼，山啦迄种，无即个是较特殊。第一个，咱台湾的即个都市型的国家公园，嘿，啊，就是因为迄带就是台江内海啦。 对，所以是台江国家公园。吼，你爱定去这个台江国家公园的网站看看咧。我拄则去甲顺顺的，伊有甲咱报告讲乌面老尾即马几只。对啊。真趣味啊！吼，迄网站啊，会当去行大街，真好耍的一个所在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安尼，你以后永远拢会记你乌面拉杯一刀。对啊，但是我确定一个台江甲这安尼是什么关系？台江啊，台江。我想我连抬头是抬头，那我说抬头这个国家公园，我哪唔知啊？台江啊，是有独到的。哎呀，不再想讲两边拢会当佚佗，结果啊嘛是有影，拍算100万，好不要紧，嘛是爱看分数。来，咱先看咱全队的，即马有37000。好啊，来看咱球队的咧，有27000。嘛是正高哦。好，今日咧7秒10,000支。 嘿，7秒10,000支。看图要俗语。哦，再来要看一个图来用咱的俗语哦。伊内面有图，看你有看迄图是安那用咱俗语哦。好，咱分数要安算？咱这回合吼，就是因为你有37000块，所以就变做37秒。 37秒，啊，用完了，看剩几秒就换几千。不过37秒足紧的呢。差2秒就过啊，无可能加30秒变67秒嘛。哦，67秒。哎，记了分数愈济愈悬，就是咱的奖金愈来愈多。对。上回咱请出题，拢总7个字。新购拍购，新民拍购。嘿，啊，过来。新民拍购。新民拍购有时错。哎，唔是新民，领奖金咯，因会当提走偌济咧。愈济愈悬，就是咱的奖金愈来愈多。对。上回咱请出题，来，请看，拢总7个字。看伊在动，不是，看顶当者购拍购，新民拍购。嘿，啊，过来。新民拍购。新民拍购有时错。哎，不是新民，头前迄两你解解。解解。森林。嘿，叫这个。森林拍购有时错。 是7个字嘛，森林拍购有时错，卡波打叉啥人无嘿。嘿，好，好来，咱即摆看这秒数。哦，啊，还有42秒。袂歹，我紧
紧的哦。较紧的。好，来第二题。来，请看啊。我来哪个你？蒙拉咸水口，蒙拉咸水口。正确。较大声的，我刚才听到咸水口。是嘿，蒙拉咸水口。是。哦，这道嘛真古锥。系啊。是。好，来，咱今麦看几秒。哦，袂歹，够36秒哦。 3万人哦，搁剩上尾一题。上尾一题呢。加油。好，来，上尾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啊。哦，8字。猫咪。啊，头前加起。鸟气，猫。所以是什么？但是哪一年啊？鸟咪，一只鸟目睭安怎？K咪咪。瞎猫碰上草，瞎猫碰上草。台语。青梅鸟，有点吸鸟气，不是拄着，伊一只哪？抓吸鸟气。啊，正确。真痛苦。青梅鸟夹着吸鸟气。是。好，来，咱今麦看秒数。剩6秒了。6秒嘛有奖金的，6000块嘛是人家分的，袂歹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咱今麦今日去颁奖。颁奖！好，来，做我的奖牌哦。足奇才你过来啦！好，我也过来。好，欢迎你过来哦！哈，也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咱陈宏伟陈老师辛苦了啦！专家有智慧，到顶表来去，好，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拜拜。